准分，俺舅母样的。副理长你好，你下做阿爸嘞呢？请问副理长，俺关心我到贵妇下人，唔是客气，今晡日样板就喊来呢。俺叫你病流感当严重，人讲食药唔当食补，医平唔当放平，就疫苗就是预防啊。请问我到贵妇下人做得来就预防疫苗啥么？地下50岁以上嘅民众，6個月到18歲嘅成人呢，有健康嘅婦人家，也係6個月內歐亞嘅熱愛，全做得就公費嘅流感疫苗啥。請問全部係50千嘅麼？那係符合公費注射嘅對象，來我哋衛生所處理啥，全部都50千。該我很忙到50歲，就做唔得注射係麼？你做得用慈惠口，有流感疫苗合約嘅醫院衛生所注射，強調掛號費，準分未符合免費注射嘅資格。你唔記得係麼？你係6個月內歐亞嘅熱愛。係哦，請問疫苗注射後有乜嘅愛特別注意嘅麼？注射疫苗後，大約愛2個禮拜，才有最好嘅保護力。不過注射4到6個月之後，保護力會漸漸降低。韓國當年流行嘅病毒株都冇強壯，所以建議當年都愛注射流感疫苗。我了解，是麼？有注射有保護哦。